歡迎收睇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期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特備節目《抗戰傳承愛國心》。今時今日國家富強，離唔開先烈犧牲同埋幾代人嘅努力，我哋必須要銘記歷史，緬懷先烈。而跟住落嚟幾位烈士同佢哋屋企人嘅故事，就話俾我哋知，要珍愛和平，開創未來。特區政府喺8月25號舉辦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週年紀念章頒發儀式，向2名本澳烈士家屬頒授紀念章。吳清華係抗日時期曾經參與東江中隊嘅吳風雨烈士嘅女。吳風雨喺一次運送物資嘅時候被伏擊而犧牲。吳清華憶述對爸爸嘅印象已經好模糊，但係仍然記得同爸爸相處嘅時光。我爸爸我記得咧幾歲啊？仲嗌我嫂嫂地嘛，仲嗌我點香啊，俾食煙。食煙咧是煙斗啊，有胡子啊，食煙。爸爸，我就記得幾歲。有時咧真係晚黑啊，瞓唔着覺時啊，諗起咯，想起咯。當時普通家庭要留低一張相並唔容易。吳清華由佢嘅兄弟口中得知，自己大仔嘅外貌同爸爸相似。佢哋一家亦都嘗試透過一啲紀念嘅展覽，希望可以揾到爸爸嘅一絲蹤跡。有一個紀念就話喺惠州老浮山嗰度，就話有我阿公嘅人，就有一次咧就係我屋企人車住我阿媽我老豆都去。我全部一齊去，都去睇下有冇更加多嘅物品啊，但係都冇，只係一個碑咁度，就有我外公個名喺度，啲刻咁度，即係其中一個，即係嗰啲烈士啦。另一位烈士親屬梁鳳文女士係蔡進嘅新抱。蔡進烈士一家喺20世紀初參加咗由共產黨領導嘅農會組織、愛國組織等，並到全國各地參與愛國活動。梁鳳文嘅丈夫蔡思聰亦都曾經擔任原新華社澳門分社社會工作部部長，參與咗澳門回歸等嘅工作。佢哋亦都曾經經歷抗日戰爭時期。梁鳳文對當年印象深刻。連我呢代人世時都走過咁7、8歲，走過7年難啊，走難啊，2次坐船去田東白色。未去之前又走難去牛角灣，我而家講起嚟印象仲好深，我經歷啦。新中國成立之後，終於迎嚟和平時代。諗翻起老爺蔡進以及係當時眾多烈士嘅犧牲，梁鳳文雖然感到遺憾，但係亦都明白犧牲係在所難免。有革命就會有犧牲，私人的事情總會發生的。呢個係邊個教你唱㗎？呢個唔知邊度嘅革命歌曲裏面過咗去，過咗啦。我哋心裏面懷念佢，國家記住，國家記住，我好感激國家。春節國慶2次慰問，足夠啦。要放低過去並唔容易，但係更重要嘅係着眼未來。梁鳳文勉勵年輕一代學習更多知識，為國家建設出一分力。學編程，學機器人，一代人要接上啦。國家靠乜嘢啊？靠科技建國啊！呢個實際。講到科技建國，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大會閱兵儀式上，展示咗多種新型軍備。回頭睇返新中國成立初期，彭伊娜嘅伯父彭士祿以及一眾當時一同前往蘇聯留學嘅人，一同研究同設計出中國第一艘核潛艇。
而彭氏祿嘅爸爸彭拜出生於19世紀末海豐市一個地主家庭，從小過住優厚嘅生活，亦都係早期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學嘅留學生之一。期間了解到日本侵華嘅野心，喺回國之後放棄咗優厚嘅生活，將自己嘅田地分咗俾農民。佢覺得如果係佢哋呢啲有機會屋企比較富有，有機會受咗教育嘅人，知道咗國家民族嘅呢種冇未來嘅呢種狀況，知道咗人民嘅困苦嘅呢種狀況，如果唔企出嚟，就太唔忠實於國家同埋民族同埋人民。彭家3代人見證住新中國由建立走到富強，更可以話係參與